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6日，诗篇90篇15节安尼讲：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，互阮欢喜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欢喜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伫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是阮的避难所。大山小山还未受造，地甲世界的一切还未造成。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你为你的所造的备办一切，互阮通伫中间来徛起，总是阮常常袂记得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会通常常记得你的恩，也互阮无行伫遐个歹的，因为过去阮得罪你，直到苦境来临到。求你互阮活转来归向你，就通远离苦楚甲患难。主啊，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，互阮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活倒转来归向伫伊，伊就要救咱脱离遐苦楚甲患难的日。互咱会通对伊得到真正的欢喜甲快乐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